喺呢個紛擾嘅世界，衝突同不安似乎無處不在。我哋渴望寧靜，但係往往唔知道從何尋找。喺古老嘅東方，有一位太子嘅誕生，為世界帶嚟覺悟嘅曙光。相傳佛陀出生嘅時候，天上有9條龍吐下清泉為佢沐浴，佢踏出嘅每一步都有蓮花盛開，洗滌人間塵埃。呢一日，我哋稱之為佛誕。佛陀覺悟嘅係宇宙嘅真理緣起性空，佢話俾我哋知，萬物同體，慈悲與眾生。真正嘅和平源於內心嘅無憎同包容。如果和平只在遠方，咁家園何在？佛家提倡茹素，唔單止係飲食習慣，而係源於不殺生嘅慈悲。當我哋嘅筷子選擇咗生命，而唔係屍體，和平就從餐桌開始萌芽。一餐素食，一念慈悲，當千萬個慈悲嘅念頭匯聚，就可以形成一股強大嘅力量，跨越種族同國界。呢個唔單止係宗教，亦都係對地球媽媽最溫柔嘅供養。浴佛亦係浴心，讓我哋洗滌煩惱，共創和平。